第10題選擇題啦。咁我哋就見到有2間工廠嘅資料啦，然後就問你 A、B、C、D 呢4點邊一個選項咧係正確嘅。咁我哋首先就睇睇甲工廠嘅資料啦。咁甲工廠嘅總工作時數咧係2000喎，而總產量咧係12000，即係意味住咧佢每一個工作時數咧就可以生產出6件產品啦。而乙工廠咧嘅總工作時數咧係5000，總產量咧係20000，咁即係意味住咧每一個工作時數咧，乙工廠咧可以生產出4件產品啦。所以我哋可以睇得到甲工廠嘅生產力咧係較高嘅。咁睇睇 A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乙工廠提供較多嘅員工訓練啦，咁呢點就唔啱啦。B 呢點啦，佢就話乙工廠使用更加多嘅機器，咁亦都係唔啱啦。C 呢一點啦，佢就話甲工廠嘅工作環境較差，咁亦都係唔啱啦。D 呢點啦，佢就話甲工廠係採用計件工資，而乙工廠咧係採用計時工資喎。咁啊知道啦，計件工資多勞多得，就會令到員工嘅工作嘅士氣啦、工作嘅誘因啦係更加大嘅。咁所以甲工廠嘅員工咧係會做多啲嘢、勤力啲，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到嘅。咁所以呢一點咧就會係正確啦。